大家好啊！咁最近都留意到有單新聞都幾值得分享，想同大家探討下嘅。咁話說有對夫婦租咗一個物業俾一個家庭啦，點知發現咧原來個單位係做咗啲外勞嘅宿舍，咁變咗佢哋處理一啲漏水問題都遇到啲阻滯，咁令到佢哋都好困擾。咁想同大家探討下喺呢件事上面有幾個點都值得大家去研究嘅。第一點啦，其實就而家租務市場都幾活躍啦。多咗好多外地嚟嘅人去打工啦，或者讀書啦，甚至係外勞都有機會租到單位嘅。究竟外勞宿舍呢啲算唔算犯法呢？香港冇話唔俾做住宅單位租俾外勞嘅。咁但係如果佢嗰個床位超過咗12個呢，其實受到一個民政處有個叫床位嘅條例監管嘅，咁需要攞牌先可以做到呢啲床位住宿嘅。咁變咗如果違反咗法例嘅情況下呢，咁業主係可以根據呢個情況同佢終止租約同埋收翻單位嘅。咁第二啦，就算啦，可能個業主簽咗一個註冊租約俾個租客，但係佢唔知道佢原來攞嚟做呢啲外勞宿舍嘅用途喎。個業主可唔可以收翻呢個單位呢？咁其實都要睇翻個租約有冇啲條款有一個限制嘅。咁例如啦，市場上邊嘅租約啦，都會有一個條款，就係限制咗個租客唔可以再分租俾其他人嘅。租客租入咗呢個物業啦，佢冇得到業主同意再轉租俾其他人，可能中間有收取得益嘅，咁呢個就係一個明顯嘅分租行為咯。咁業主可以提出警告，同翻個租客講啦，要去糾正，否則都可以終止租約或者收翻個物業嘅。有啲情況可能複雜啲啦，佢用公司名義簽喎，佢又冇寫到明話租俾咩人點樣用途呢？咁呢個就比較灰色少少啦。所以建議都係租約條款可能寫翻多少少去保障自己咯。咁第三個值得探討咧，就係咧，當個租客啦真係租用個物業期間，可能樓下單位有漏水啦，咁需要業主去處理維修，甚至有時政府都會有命令嘅，可能要強制驗樓啊、驗窗。其實業主都需要得到租客嘅配合先可以處理呢啲維修嘅。好似呢個個案咁啦，個租客唔係太配合，業主處理唔到，甚至可能俾人告翻轉頭。咁呢啲情況都其實幾頭痛啊，可以點算呢？現行嗰個租務嗰個法理下啦，業主出租咗個物業俾個租客，租客係有一個絕對嘅佔用權嘅。咁所以任何維修都必須得到個租客同意，業主先可以真係去入去處理。咁亦都唔可以強行破門啦，或者夾硬去做一啲維修。咁遇到呢啲個案，我哋都建議最好先協商。協商唔成功，可能都出一啲警告，等個租客知道，如果佢唔處理或者唔配合嘅話呢，會有一啲後果，業主有機會去追討翻佢嘅。例如可能樓下有單位已經嚴重漏水啦，有一個財物損失，咁業主可以因為租客唔配合嘅情況下，可能可以追討翻佢呢一啲嘅實際損失嘅。遇到呢啲租客情況下，點樣去避免呢啲事情發生呢？其實可能都要喺嗰個租客甄選嗰陣時都要把關多少少啦。譬如想知道佢真係清晰攞個單位嚟咩用途呢？可能多少少了解佢背景資料，要佢提供一啲可能入息證明啊、收入證明，甚至喺租約條款可能都加一啲限制咯。可能都擔心佢攞嚟做其他用途嘅，寫明唔可以做宿舍啊，唔可以多過幾多人住啊。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大大保障到業主，避免有呢啲嘅問題同埋糾紛可以發生。